整個市場報導。呢場裁判員請示分：裁判一7.5，裁判二7.9，裁判三7.8，裁判四7.2，裁判五7.4。朱子瑩。何志佳最後得分7.43。羅家源最後得分7.27。裁判員請示分：裁判一7.7，裁判二7.7，裁判三7.7，裁判四7.8，裁判五7.2。何子晴。朱子瑩最後得分7.7。何志佳最後得分7.43。請 B 場裁判示分：裁判一8.3，裁判二7.1，裁判三7.9，裁判四8.3，裁判五8.5。裁判請示分：裁判一7.9，裁判二8.5，裁判三7.7，裁判四8.1，裁判五7.9。董彥君。林志健最後得分8.17。B 場即將開始。